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7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吃娃哈哈的瓜，继续聊一聊娃哈哈。随着各方势力纷纷下场，娃哈哈这个事情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目前下场的不光有宗庆后的3名美国籍子女，当然他们是自称，后面加入的又有宗庆后的叫第2任妻子叫杜建英。那现在下场的又有宗庆后的弟弟宗泽后。宗泽后首次公开宗室族谱，坚决否认宗馥莉除已曝光的3个弟妹之外，还有其他兄妹，称纯属谣言，说家族成员早已明确。现在下场呢，又有杜建英的商学院的同学，我看在网上做了好多视频，在那讲这个宗馥莉，讲杜建英他生活的不快乐、压抑、焦虑、苦闷，讲这个宗馥莉不近人情等等，各方势力纷纷登台表演。那最重量级的是谁？最重量级的当然是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杭州市上城区已经成立专班介入，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作为娃哈哈的第一大股东，你现在沉默不语，这就所有者缺位，这么大的事情你装作没看见，不回应，这说不过去。正好借这个机会洗澡，把它审计一下。现在网上有传言但是这个还是传言，说有关部门对娃哈哈要倒查20年。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如果要查，他肯定要从20年前查起。那说到20年前，那咱们就把这个娃哈哈它的时间线给它捋一捋。网上有一个博主叫史大郎，他对娃哈哈进行了一个时间线上的梳理。大家看视频，这娃哈哈的遗产争夺战呀，越打越热闹了。杭州国资看不下去了，要介入调查了。结果呢，吃瓜群众纷纷要求让这位大股东呢整理一下娃哈哈的资产问题。这从历史上看呀，杭州国资绝对是最优秀的大股东了，没有他肯定就没有现在的娃哈哈。但是宗家呢，很多操作呀，感觉是对不起这位大股东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按时间线给大家捋一捋。这个娃哈哈的前身呢是一个校办企业的经销部，后来呢被宗庆后承包了。按照国资的说法呢，当时是给了宗庆后10万块钱的贷款支持，调拨了10万块的设备，提供了场地和工人，算是原始出资但是宗庆后后来说他那会儿呢就是属于挂靠性质的，国家是没有给他出过1分钱的。这个就位置不同，可能看法也完全不一样。你说10万块钱的贷款算支持吗？你现在借10万真的不难，但当时工资就几十块钱，10万块钱的贷款非常多也非常难，这绝对是政策扶持了。但是宗庆后说呢，这个钱他后来全都还完了，相当于呢国家是没有给他支持的，这就是一个角度问题了。比如说你这治大病了，急需5万块钱，我呢借给你了，你治好了病，钱呢也都还给我了，但是你要说我没有帮助过你那我肯定是非常不爽的。后来娃哈哈确实挣到大钱了，但是呢他是公家的，有钱也不能随便分，弄不好这是要进监狱的。1992年呢，国资就主动给娃哈哈做了一次改制，很多股份呢就都给了宗庆后和员工持股平台。这也就是在杭州当时员工持股平台这个事是一个很敏感的红线问题，很多老板因为这个都进去了。国资当时敢这么干是有很大风险的。到了1996年呢，娃哈哈被法国达能看上了，宗庆后需要达能，但是呢又担心被人家给吞了，这时候他就求助于大股东了。国资呢就出钱增资扩股，成了宗庆后最大的帮手。到了1999年要搞国企改制了，宗庆后非常有钱了，就一度想把这个娃哈哈给买断了，但是国资肯定不能把这么大资产就直接卖了而且觉得呢跟达能成立这个合资公司宗庆后自己是很难对付的，所以最后的方案是国资持股 51%， 宗庆后持股 29.4%， 职工平台持股 19.6%。 但是没多久呢，国资又主动放弃了 5% 的股份，转让给了职工持股平台，这个比例呢就一直保持到现在。结果到了2007年，国资担心的事果真就出现了。宗庆后背着达能呢搞了不少体外公司，用了娃哈哈的商标，但是没有付钱，达能肯定就不干要强行收购这些体外公司。关键时刻呢也是国资站出来力挺宗庆后，最后达能只能是无奈退出了。合资公司没了，国资是绝对大股东，但是经营权全都给了宗庆后，一点不插手按理说呢，国资是应该有分红的权利的，但是从1999年到2007年，国资该拿的分红呢他都没有拿，都借给娃哈哈使用了。2008年到2022年呢，娃哈哈的管理层和持股平台呢通过资金往来的方式获得了大笔的分红，但是国资呢放弃了这些分红，都没有要。大概估算这20多年国资放弃的分红总计是50多亿。
这也就算了吧。结果这个期间呢，这宗老先生啊，又跟以前一样，他又成立了大量的体外公司，工厂、产品、物流这些最值钱的资产呢，全都转移到了这些体外公司的手里，跟集团呢没什么关系了，导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娃哈哈整体体系今年的净利润是100亿，按理说国资有46%的股份，它应该有46亿的权益吧？还真不是。现在呢，娃哈哈集团的利润啊，只占体系总利润的0.39%，也就是说啊，利润100亿，国资能分到手的呢，不到1800万，剩下的99.8亿全都是体外公司的，受益人是谁，大家都很清楚。你说这个算不算掏空呢？那现在最值钱的呀，就剩下娃哈哈这个品牌了。公主呢，打算把这些品牌呀也全都拿走，但是国资呢就是不同意，这才罢休啊。问题来了，杭州国资为什么这么大度呢？因为他们呀还是在算大账，你企业做起来了税收啊、就业带来的贡献呀，远远大于那50亿的分红，他们想得很长远。但是呢，宗家的体外工厂现在数量很多，海外资产也陆续曝光了，房子信托的数额都很大，只能说啊，国资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了。我本将心向史大郎他梳理的还比较清晰，大家一看一目了然。从史大郎梳理的娃哈哈，那杭州国资委那绝对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最主要，关于对这个娃哈哈的举报，那网上早就有关部门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说，2024年7月8号，一封名为“实锤举报鸿盛集团总裁宗馥莉侵占娃哈哈集团巨额国有资产”的帖子在网络平台被挂出。这种实名举报，最后有关方面并没有公布调查结果，也就是不明不白的。2024年7月份，大家回忆一下，那个时候正是网上网友高调支持娃哈哈爱国企业，正是在怀念宗庆后这个不携首富、爱国企业家的时候，正在跟美资美的的农夫山泉做斗争的时候，所以当时的舆论就没有太关注有人举报宗馥莉侵吞娃哈哈的国有资产。那现在这个事情又被翻出来了，让爱国青年、爱国网友他怎么接受啊？对吧？你离岸信托18亿美金，你大量的宗氏家族的人在美国买的豪宅、香港的豪宅，公布出来的恐怕还是9牛1毛。所以这个时候自媒体开始翻炒去年的举报信，这个还是引起了舆论的压力。官方这个时候不能再装聋作哑了，纪委监察部门也不能再坐视不理，任由自媒体的传播持续发酵。你要不给个说法，那各种各样的说法就五花八门，真真假假。7月17号，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工作人员告诉媒体，他说我们前期也接到了很多相关电话和投诉，我们一直在处理，已经有成立专班在介入处理，我们也希望尽快能处理这个事情。球已经到了国资大股东，也就是杭州上城财政局的脚下，现在就等着这个工作专班的这个结论。我们再看一看宗庆后的弟弟，也就是宗馥莉的叔叔，这个时候跳出来，他说些什么？当然，这个都是根据网上披露的、网上传言的。首先，网上有一个微信的截屏，显示的是宗泽后不知道给谁发的，他这么说的：宗泽后说啊，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斗到什么程度，我再爆料，他可能要疯狂灌水了，现在暂时不说了。我还是希望国有资产保住娃哈哈这个品牌，这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品牌，它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大家那么关注是因为娃哈哈伴随着改革开放一代人的成长。杜指的是那个杜建英与宗馥莉之争，杜91年进娃哈哈的，他为娃哈哈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老一辈娃哈哈员工都清楚，宗馥莉能有今天是他因为姓宗，他对娃哈哈的贡献没有杜大，这可以到老娃哈哈员工去调查。至于这些喷子说我要贪图这些资产，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内情。这个宗泽后说了，我站出来说话不是为了这个什么贪图这些资产，网上你这些喷子啊都小看我了。关键在后面，他说啊，在杭州很多人都知道娃哈哈是靠我起家的，也就是靠宗泽后起家的，对吧？你把这功劳算到宗庆后头上了。他说我没有拿过娃哈哈的钱，也没有在娃哈哈分过一间房，更不要说股份了。我只是想说一句公道话，不要逼人太甚。
谁逼谁呢？我们接着看这个，还是宗泽厚说的，他在揭露这个宗复利。他说，宗庆后逝世时，他就雇了大批水军为他爸造势，什么布鞋首富、一妻一女都是出自他手。没想到他塑造的美好人设，最后毁在他自己手里。我读到这儿，我就在想，如果宗庆后什么布鞋首富、一妻一女，真的是宗复利打造的话，他一手立的人设，那我觉得宗复利还真的很厉害。他经商不一定行，但他的权谋、他的权斗，那绝对是高手。这个人设一旦老百姓、一旦群众、网友大家接受了，那这个爱国人设，这种爱国企业家，一年花的钱不到5万块，有勤俭节约，这么一个形象，大家一接受，那么宗复利的这个接班人的位置就牢不可破。因为一妻一女，只有他一个女儿，也就是在宗复利在给他爸做人设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切断了宗庆后其他的孩子染指这个娃哈哈，甚至继承这个财产的可能。这个人设树得越牢，光环越大，那就越是大而不能倒。如果谁把宗庆后这个形象，把这人设给他破了，那实际上就是叫什么？叫同归于尽。所以谁要颠覆宗庆后这个形象，你再掂量。也就是对手一定是逼急了，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大家一起完蛋。这个恐怕也是宗泽厚所说的逼人太甚，也就是宗复利他下的这个棋是个死棋，没法解开。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人把宗复利当作大女主，忍辱负重，现在是复仇。当然还有很多人继续给他加了一个爱国人设，网上有很多人把这个爱国情怀又寄托在宗复利身上。但是他们又忘了宗复利好像也是美国籍，在美国也有豪宅，而且还有孩子。也就是说，很多网友对宗复利根本就不了解，就像不了解宗庆后一样，在他们就是一厢情愿。这恰恰是宗复利厉害的地方，他就要抓住这一批人为自己造势。我们接着看这个宗泽厚，他又说什么？这个宗泽厚说，所谓大家族其实都没啥大关系，也就是都是宗家，这个反正都是亲戚，实际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这就是宗泽厚说的，他说宗复利就是他自己，他根本跟我们宗家人不来往。这么一说，好像宗复利不是宗家人一样。这个宗泽厚说，他小叔，也就是这个宗泽厚的弟弟，也是宗庆后的弟弟，曾经是给娃哈哈印刷评标的，后来宗复利自己搞个印刷厂，把印刷业务截胡了。这个宗泽厚说，我姐姐是做香精的，也是卖给娃哈哈的，宗复利自己也搞了个香精厂，把这个业务也抢走了。我说他不厚道是有依据的，不是乱说的。这个宗泽厚又说，其实我根本不愿意管他们那些破事，跟我没什么关系。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跟他们没有什么交集，而且我也只是出面说句公道话。现在变成我要去与他争权夺利，我要夺什么？国家一定会夺回他们巧取豪夺的属于全民的那一部分，只要看着就好，苍天没有饶过谁。我倒是觉得这个宗庆后的弟弟，就是宗复利的叔叔宗泽厚，这句话说的在理，是吧？国家一定会夺回他们巧取豪夺属于全民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属于大头的那一部分，这也是我们所关心的。根据宗泽厚所说，再加上网上七七八八的传言，这个豪门恩怨这种权斗就浮出水面，跃然纸上，就马上我们脑海里就有一个形象。我有第一个印象，那就是宗复利特立独行，他不光是对他的后妈杜鹃英下杀手，他对其他的宗家人也一样下杀手，叔叔姑姑，有点那么一个新君登基以后励精图治，收拾以前前朝的老臣，各种裙带关系全部给你斩断。嘉靖皇帝一上台一掌权，乾隆一死，那先把和珅给杀掉。这个宗复利他不就是削藩吗？对吧？这不就是明朝对吧？朱允炆、建文帝，对不对？他一上台他就开始削藩，把各个皇叔他们的军权、兵权给他削一削。那宗复利干的不就这事吗？
把他叔叔的他这个业务给他停掉，把他的姑姑的娃哈哈业务给停掉，把杜建英12个还是10几个代工厂给你停掉。我倒是觉得宗馥莉这么做事，他还有点新军那种新气象，上来不管你，一视同仁，都给你砍掉。这么看，他又不是针对杜建英，人家还想励精图治。当然了，我说的一切都是在法律框架之下合法。如果他是掏空国有资产，那这个是不行的。那宗馥莉的动作太大呀，得罪的人太多，把自己这个叫宗家势力全得罪了，把后妈这个势力也得罪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种权斗是必然的。咱们最近在讲《红楼梦》，我在网上看很多人说，你看看，你宗馥莉为什么要赶尽杀绝？你们那么有钱，3个孩子也是你爸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共处？就说这些话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对人性缺乏了解，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要加强历史学习，要加强名著阅读，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必然。宗馥莉这一代人不斗，那到他的下一代，那必须要斗，是一样的。1代亲，2代表，3代4代，那这都没有亲戚关系了，还能容忍？娃哈哈集团来说，还能容忍你那都扯不进什么亲戚关系的，还在里面还有利益瓜葛吗？对吧？《红楼梦》里面，宁国公、荣国公、贾源、贾琰，他们那第1代也有很多旁支，他们的表兄弟、堂兄弟一堆，堂兄弟也有后代。那个时候跟他们还比较近，靠着宁国公、荣国公过日子，给他们打下手，以他们为靠山。但是到了第2代、第3代、第4代，这些人慢慢就搬到越来越远。贾代儒，你看看从那个辈分上看，他跟贾代善、贾代化那都是一辈的，他们之间恐怕应该是共爷爷的弟兄。到了贾代儒的孙子叫贾瑞，那跟贾家那就更远了，被王熙凤整死了。也就是大家设想一下，宗馥莉他可以一团和气，姑姑的、叔叔的产业都照顾你，继续从娃哈哈薅羊毛，他后妈杜建英他也能容忍你那12家工厂继续代工，继续薅娃哈哈的羊毛，甚至他3个孩子也可以掌权。那宗馥莉后面谁掌权，对吧？那是恐怕要宗馥莉的孩子来掌权。宗馥莉的孩子再跟那些宗馥莉的姑、宗馥莉的叔叔那隔得更远了，那是姑奶奶，那是没有什么感情了。跟这个什么杜建英的孩子那离得更远了。我们假设宗馥莉的孩子接了班之后，他还叫一团和气，叫和谐，那孩子的孩子是不是离那更远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宗馥莉要想把娃哈哈给管住，那他必然呢要安排自己的人，安排自己的人，那就自己人那他得有好处。你这些既得利益的都是这些老臣把持着，你们对宗馥莉又是爱答不理，又老是说他，你不是绝对的服他怎么管娃哈哈？你看看。就不要说这个一个企业了，你就国家不也一样吗？封建王朝新皇帝一来，不就一朝天子一朝臣吗？旧臣不把你杀了就不错了。如果你能颐养天年，能善终，说明这个新君很不错，很仁慈。只是把你流放了吗？只是把你叫告老还乡。所以网上很多人说，你宗馥莉你这么有钱，你的娃哈哈是个千亿帝国，是什么首富的？那你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何必要斗呢？说这种话就是缺乏对人性了解，缺乏他这种斗，它是必然性的，不是跟你一个人没关系。以我的角度来看，反而说明宗馥莉的那些叔叔、姑姑，还有这个杜建英这些人不懂事。既然你选择了你们达成妥协，让宗馥莉来管娃哈哈，那你们就老老实实退出，扶上马送一程，你这个。娃哈哈跟你没关系了，你们是顾命大臣，那顾命大臣一般都要杀掉的。最终历史上看，所有的顾命大臣最后都没有好下场，都是身首异处，江山易主了。不是宗敬后时代，迎来了新君宗馥莉，这宗馥莉是他们自己推出来的。据说宗馥莉还辞职，以退为进，人家辞职不干了，那这些人巴巴的还需要宗馥莉，那你能怪宗馥莉吗？就是你选择宗馥莉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后果。所以应该主动的退出，还在那薅娃哈哈的羊毛，就没完没了了。这还是一个贪，就贪起来没够啊。凤凰网财经7月16号报道说，接近宗家的知情人士透露，2018年宗家为宗敬后去世的父亲编写年谱，由此确认在宗馥莉之外，宗敬后还有6个孩子，也就是宗敬后是7个葫芦娃。
对此宗泽厚是坚决否认。他否认的依据是什么？就是家谱。这个家谱上只有宗馥莉还有杜鹃英这3个，也就是杜鹃英的3个孩子。问题是家谱它不是法律文件，家谱不是法律文书，你拿到法院去，它只能当一个佐证、辅助证据。家谱上没写不代表没有，家谱上写了也不代表。所以到这儿我就在想，他的家谱上都是一群美国人，那后面怎么往下写？美国人流行搞家谱吗？能传几代？因为那个宗庆后下面几个孩子全是美国籍吗？1代还认这个家谱，2代还认吗？这3代美国人、4代美国人他还认吗？所以这个就叫精神分裂，叫一方面又对家谱感兴趣，有一个浓厚的情节。一方面把自己所有的孩子送到美国，这不就是分裂吗？就按我的逻辑，如果你把你所有的孩子都送到美国，你就不要家谱了，还要家谱干啥？最后还是希望杭州善城区国资部门赶紧要出一个审计报告，无论是倒查20年还是倒查多少年，把这个大头把它算明白啊！我是建议把国资这46%的股份招拍挂赶紧卖掉，如果不卖，那你作为大股东，你就得派人。你得行使大股东的权利，你得进入董事会的管理，你不能说袖手旁观，就像那个万科一样，你别到时候搞个大窟窿出来，你再出来救他，拿大头的钱去救他，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都属叫渎职。所以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也就是首先是大头46%有没有少，是吧？宗家天量财富是不是合法的？只要他的财富是合法的，那人家爱搞到美国去就搞到美国。你不能干涉，人家家族内部怎么斗那是人家的事情，随便，一切按法律来。如果一切的合法，那就剩下一个问题，就值得我们反思。什么问题？那就是有钱人为什么把钱搞到国外去？有钱人为什么把自己的后代都放到美国？不要说有钱人了，连家头老师都这样，孩子在美国，把钱也搞到美国，在美国买房子，这是为什么？而且这个值得大家反思。你家头老师这么爱国的一个人，每天为国家操心，呕心沥血，也是操碎了心，结果人家把孩子放到国外，在国外买房子，美国买小房子。作为首富宗庆后，为什么他所有的孩子都在美国籍，完了把钱也往美国整，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果不想明白，我想这经济也好不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